Hello， 大家又有生嘢咯喎！你睇呢個 Omega 再生款㗎，呢啲我老友記叫我訂㗎，佢話呢隻要呢兩隻，呢隻係剃光㗎，呢隻係碳纖維㗎，比較輕啲。你睇後面咧係所有鏤空㗎，好似地圖咁，一眼全部嗰啲計時啊，嗰啲啊咩，全部係睇得到㗎，好靚㗎。成隻係鈦合金㗎，比較輕啲。佢個面咧係，大家睇佢個面，睇清楚啲，見到冇？我而家個面好靚，呢啲係全部計時 OK 㗎，撳住計時，即刻計時㗎。呢啲係黃針，旁邊係黑數。如果中意玩飆車啊，玩需要計時啲啊，呢啲錶真係好靚，又唔會好大牌。看一下，你睇入邊設計得幾靚啊！好多人中意。都幾錢啊？呢個4。這個是。你睇，好靚。幾錢啊？見到冇？這個是客戶新訂的，這個訂貨量4000多。成條錶帶係牛皮㗎，好靚係。超吧。有沒有什麼喜歡的錶？我還有別的。等一下，我這邊談點事情先。OK，即刻訂過嚟。呢係客人老友要嘅，即刻有客人要嘅，睇個錶盤，成個錶盤係磨砂㗎，見到冇？好有立體感啊！呢嘢都係計時錶，呢個係秒針，見到冇？秒針喺度行，呢支係計時針，你冇計時佢又唔喐㗎，你計時喐咗暫停復位啊！所有個秒好高級嘅，提供嘅成隻係機身幾靚，好呢係頂級版嘅。有中意探討下，大家留言啊，或者發微信俾我曲大俾你睇，擴大俾你睇。夜光一個色嘅，幾靚嘅夜光，哇！啲夜光好靚啊！呢全部係9級硬度藍寶石嘅喎，呢個入邊好似軟石咁，見到冇？係凹凸不平嘅，唔係話滑面嘅，佢入邊係凹凸嘅，好似軟石面咁。後邊都係一樣，係軟石嚟㗎。呢隻兩隻係唔一樣㗎，呢隻都係磨砂㗎，呢入邊就係磨砂㗎。如果有中意呢兩隻，或者有對呢啲 Omega 有研究嘅，超白有研究啊，可以留言啊，加微信啊，好嘛？分享到呢度啦。